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新北市的新庄有拄啊出事的婴仔去互弹杀。伫个透早6点外，这个粪扫车的粪扫满起来要甲架落的时阵，竟然有一包粪扫底一个查某婴仔全滴出来。这个婴仔还佫连着栽大甲胃。 但是咧，已经明显来死亡。是甲清洁人员话要警示，这警方随着落清落追查。伫个中昼12点，伫个台北市内湖某一间公司找到这个等婴仔的43岁妈妈。伊甲查囝等掉了后，竟然佫像无代志安尼照常去上班，心肝是有较凶。 警方即摆要进一步来查看，这个婴仔是死后互伊弹掉，也则是换令，互当作粪扫来弹掉。 透早7点，粪扫车由封锁线，有民众摕粪扫要来弹，互员警讲袂使弹。原来是这台粪扫车内底出现出事的幼婴仔。太恐怖了，大家拢唔敢去倒的时候，大家拢去倒包围倒。粪扫车从西高警察局检察官监视人员拢来啊，看到的司机和清运人员拢互惊到。他可能没有把垃圾袋的封口绑起来。 所以说，今天如果说他有封袋子的话，他搅进去，他整个都进去了，我们也不会发现。发现的时间是伫今仔日透早6点50分，因为粪扫车某啊驾驶用机器来处理，想要到粪扫车出现突出事的查某婴，而且已经发恶死亡。今麦警方要调查是过身了后才互弹掉，要是要活咧，就互当作粪扫弹掉。发现的时间是6点50分，6点到6点50分这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民众在丢垃圾。因为这台粪扫车是透早6点的头一班，伫新庄的中港路。警方调监视器了后，已经找到甲查某婴弹掉的妈妈。根据了解，甲查某婴弹掉的是一位43岁妇人人。伊伫公司做会计，透早甲查某婴弹掉了后，就去台北市内湖上班。伊讲是无说二楼梯，警方嘛已经甲人带回去分局进一步做侦讯。